咱再来看国民党的立委甘宽兴涉嫌用人头诈领助理费，伊的厝哥侵占国土假买卖，去年4月被起诉。台中地方法院今仔一审是判甘宽兴贪污罪7档10个月，替夺公权3档哦，假造文书罪是判伊6个月，侵占国土的部分是无罪。甘宽兴讲这是政治的操作，伊会阁上诉。 国民党立委甘宽兴被指控用人头诈领助理费、偷占国土、刷落高级厝体假买卖这案件，台中地院26宣判，其中甘宽兴被依照贪污罪判7档10个月，替夺公权3档，高级厝体假买卖对公务员登录不实罪判刑6个月，会当立罚金代替坐监，也偷占国有地是判无罪。而这个记账部分是写严董代收代付总表。 代收立法院薪资107 2月5日至109 1月15，那挂虎林进府等。换句话说，这笔钱的部分等于是他代收代付，他用在这个被告这个严宽恒的相关支出上。哦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证据。换句话说，这笔钱并不是林进府担任助理的所可以使用的钱。 也诈领助理费的人头林进福，嘛依照贪污罪判7档8个月，替夺公权2档，没收108万的贪污所得，也偷占国土罪。甘宽兴甲因某因为有相左的证据判无罪。甘宽兴2项罪名计共判8档4个月，伊第一时间回应，批评讲这是政治干涉司法。如今因为一些莫须有的指控而深陷司法诉讼争端，我必须在此。 清楚地表明我的清白，司法应该是公正无私的，应该依照法律的事实来进行审判，而不是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跟操纵。甘宽兴强调讲，伊助理林进福所收到的薪水拢无使用遐是领出来，助理费是家己出钱，并无诈领，嘛好恁厝的买卖是假的。除了强调捍卫名誉甲权利，卖阁再上诉。记者台中报道。